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你有冇發現，無論係學日文、英文，又或者任何新技能都好，有時候咧，你越想努力塞更加多資訊入你個腦袋，但係咧反而咧就會越容易棘住。可能咧唔係你唔夠聰明，亦都唔係你太懶，而係咧你嘅認知負荷太高，導致咧大腦冇辦法同時處理過多嘅資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讓你更加輕鬆而且更加有效率地學習外語嘅概念——認知負荷理論。唔好擔心呢個名咧，雖然聽起上嚟有啲學術，但實際上非常之容易明，而且咧亦都可以幫你慳咗好多白白努力嘅時間。唔知各位同學有冇遇過呢一種情況呢？你上堂嘅時候，老師一口氣講咗好多內容，你一邊抄筆記，一邊咧亦都好想去理解老師講嘅嘢，但係咧結果就越聽越混亂。又或者咧，你自學嘅時候想一次過背完啲單字、聽力練習、文法題目，一下子咧覺得自己超級攰、超級攰，而且咧亦都記唔住重點。又或者啦，你做咗一堆筆記，但係咧最後卻發現自己咧完全係背唔熟，考試嘅時候咧亦都係腦袋一片空白。而呢一個問題嘅根本原因，往往唔在於努力唔夠，而係因為你喺短時間內想處理過多，又或者咧過於複雜嘅資訊，導致認知負荷瞬間爆表。大腦嘅工作記憶有限，如果咧塞得太多太滿嘅話咧，我哋就冇辦法專注，吸收度就會變低，最終咧陷入無論我點樣努力都好，都冇辦法進步嘅呢一個惡性循環裏邊。認知負荷理論係由教育心理學家 John Sweller 提出，用嚟咧解釋人類喺學習嘅時候大腦嘅負荷量同埋咧吸收效率之間嘅關係。簡單嚟講，佢發現咧我哋嘅大腦喺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 呢一個部分容量咧其實係非常之有限，一次過只能夠處理少量嘅資訊。當我哋同時接受過多又或者過於複雜嘅內容嘅時候，大腦咧就好似電腦一樣，run 太多程式，最尾咧變到速度變慢，甚至乎咧部電腦咧就會輕機。現時好多線上課程、教育平台又或者咧教材嘅設計咧，其實都幾乎參考咗呢一套理論嚟強化學習體驗。例如啦，分段教學，從基礎嘅文法開始，一步一步咧去到進階嘅一啲複雜嘅句型，又或者啦一啲咧學習內容嘅範例，先俾同學睇一啲具體嘅例句又或者情景，再逐步抽離出文法嘅原則，抽離出知識嘅重點，又或者係一啲即時嘅反饋。喺每一個階段都提供一啲適當嘅 output 練習，確保同學咧能夠立即整合新嘅知識。透過呢一種咧將難度分階段系統化設計嘅教學流程，同學咧就唔會俾一啲咧一口氣湧入嚟嘅知識咧所淹沒，因而咧能夠更加專注喺真正需要記憶又或者真正需要理解嘅部分嗰一度啦。對於希望喺短時間內突破語言學習瓶頸嘅同學嚟講，呢個認知負荷理論係一個咧可以讓你省時又省力嘅重要法寶。喺呢一條影片當中，我哋會一齊睇一睇乜嘢係認知負荷理論、內在負荷、外在負荷同埋增進負荷呢三種負荷嘅分別喺邊一度？我哋點樣可以具體地應用喺我哋嘅學習計劃當中，以免腦袋 overload？喺語言學習中，我哋點樣將認知負荷理論落實到具體嘅做法當中？如果你曾經都有過學得好攰，但係收穫卻唔係好多嘅呢一種挫折嘅話，咁你今次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因為呢一套理論能夠幫助你揾翻學習嘅快感。喺開始深入了解之前，請俾30秒鐘時間我。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關於日文學習、語言學習嘅內容，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並開啟下邊嘅通知小鈴鐺。你亦都可以喺影片下方嘅說明欄揾到我嘅 Instagram， 追蹤我嘅 Instagram 獲得更加多有關語言學習、日文學習嘅免費資訊。同時記得下載埋說明欄裏邊嘅免費電子書啦。呢3本電子書只需要1-2個鐘就可以睇晒，但呢3本書咧將會改變你一生嘅語言學習。唔單單只係學日文，對學習其他語言都非常之有用。感謝各位同學嘅30秒，接住落嚟咧，我哋一齊睇一睇呢個理論啦。我曾經有位 IG 嘅觀眾 DM 我話，啱啱開始學日文嘅時候咧，所有書籍啊、教學影片啊，都想一次過睇晒，快啲咧學晒自己應該學嘅嘢。表面上咧好似好認真咁樣，但係咧其實腦袋裏邊咧卻係一片空白，非常之混亂。唔單單只搞唔清基本句型同埋動詞變化，佢自己亦都學得非常之沮喪。後來咧佢將學習分開安排，每日咧只係背少量嘅生字，而且咧花時間用呢一啲生字咧去造句練習。文化一次咧只係學1-2個重點，每一口氣咧塞好多嘅文化規則落自己嘅腦袋嗰度。而聽力嘅部分啦，佢先專注於咧聽短嘅片段，捉住重點，而唔係咧一次過一口氣咧將成套劇集一次過睇晒。結果咧最後過咗幾個禮拜，佢反而咧記得更加清楚，而且咧亦都更加有自信地開始可以開口講日文啦。而呢一啲咧正正就係咧有意識地控制認知負荷之後咧所能夠帶嚟嘅改變啦。點解認知負荷理論會咁有效呢？首先，
大腦同一時間咧能夠處理嘅資訊有限。如果我哋一次過塞入太多嘅資訊嘅話咧，就會好似電腦同時開太多程式咁樣，勢必咧會棘住，甚至乎會死機。透過咧分段式嘅教學，循序漸進嘅方式咧，我哋將複雜嘅知識分割成咧更加容易消化嘅小單元，大腦咧就能夠咧一塊一塊咁樣去負擔，最後咧令到我哋嘅學習效率自然提升。其次啦，如果教材設計過於複雜，又或者咧你嘅學習環境嘈吵，呢一啲外在嘅負荷咧就會浪費你嘅專注力。相反啦，如果教材條理分明，有明確嘅重點，再加上個安靜整潔嘅學習環境嘅話，大腦咧就唔需要花費額外嘅資源去處理周遭嘅事情，能夠咧更加專注於學習核心知識上邊。最後嚟到增進負荷啦，增進負荷指嘅係我哋喺適當掌握基本知識之後，進一步透過例句、實踐、測驗呢一啲等等嘅方法，將新學到嘅知識內化。就好似學咗日文文法之後，你會嘗試自己去寫短文，又或者去造句。呢個過程能夠讓你對知識嘅理解變得更加深入，而唔係單單只靠死記硬背。第一點係分步驟，先睇一啲基礎嘅概念，再複習重點，最後咧先做適當嘅輸出練習。第二點係細分任務。對於咧複雜嘅學習任務嚟講，我哋可以咧先將佢分拆成幾個小嘅任務，例如咧先搞清楚名詞、動詞嘅基本變化，再處理形容詞、敬語等等。第三點係即時嘅反饋，每學一個小嘅部分咧，就嘗試寫一句短句嚟檢視一下自己嘅學習效果。最後控制環境咧，亦都非常之重要。我哋必須要確保學習嘅時候咧唔受到干擾，例如一啲手機嘅通知啊，又或者咧環境嘅噪音等等，以免咧外在嘅負荷干擾我哋嘅吸收。最後想同各位同學講一講啦，學習語言咧其實好似做 gym 練肌肉咁樣，唔好一次過練太多，否則咧其實會好容易受傷，而且咧要練啱方法先至會有好嘅效果。當你開始將學習內容分階段處理，每一次只係挑一啲重點嚟吸收，配合適當嘅輸出練習嚟加強印象，你會發現自己反而能夠喺更加短嘅時間之內學得更加多、更加穩固，而且咧能夠可以應用喺實際嘅生活當中。各位同學千祈唔好懷疑自己嘅能力，亦都唔好覺得自己每日讀書嘅時間唔夠長。關鍵其實唔係在於你花咗幾多個鐘頭去學習，而係在於你點樣將你大腦有效嘅空間利用，而且用得好唔好，呢一個先至係真正嘅關鍵。非常感謝各位同學睇到最後。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請幫忙撳個 like、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學緊語言嘅朋友啦。另外，請記得追蹤我嘅 Instagram 同埋下載我嘅免費電子書，讓你掌握更加多高效率嘅學習方法。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拜拜。